讲台语，提百万。好，欢迎第一组的来宾，阮王家。保生大地有保庇，王家家孙有志气。王家，Go Go Go！ 好，王家 Go Go Go！ 来，第二组来宾。是欢迎阮这边中家。不管是风中、空中、梦中。脑海中，咱的歌声留伫你的心中，但是今仔日的奖金会留伫咱的手中。秋雷台，来，请，欢迎来这里，来，慢慢来行，豆豆来，这里，来这，来我边啊。好，大家好，我是美秀。大家好，我是阿雄。是，即摆来介绍阮这组的队长哦。阮这组的吼，较是有影吼，真正人咧讲吼，咱少年的时阵爱学，咱即马吼年岁有啊，咱嘛共款搁伫学，拢逐工拢伫学就对啊啦。嘿，阮的队长来，王队长王金河。是队长你好。你好，你好。哇，迄个即届总也让亲眼看着，总。本人有较瘦吼。安尼就好，我想一下。有淡薄丢毒嘿。这里看穿，好你看穿了啊，是，看糖了。咱这边的较是话拢足优秀的。啊，今日甲你来关系，你甲阮介绍一下好不？OK， 我是迄个王金河吼。金河。啊，我这是我的大兄，啊，我妈妈做人啦吼，我妈妈做12个啦吼，啊，这大汉的啦吼，啊，这我第10个吼，啊，这11个妹妹。哦，妹妹。啊，这卖使吼。是卖使。啊，所以专家来遮吼学习吼，甲专家有智慧来学习台语吼，啊，希望咱来按精进啦吼，啊，所以感谢有这个机会，感谢。甲您感谢，希望你欢喜。好，来队长介绍你去。欢迎阮这队队长魏长。嗨，大家好，我是张伟长。今仔带阮公司的同事做伙来遮，合适台语啊，先算拼一寡奖金的。魏中的边啊，单依婷。对 ，Hello， 大家好，我是单依婷。今仔日我带着我的第10块唱片，互你的心向来陪，要甲大家来分享。你要先上专辑。哎，对，来这帮我请坐。感谢。来，熊哥，还有艺术季啊，感谢我的第10块唱片。互你的心。向来陪，不是陪伴的陪哦，是陪上的陪哦。是，嘿，对。所以讲，我甲你讲哦，唱出唱片哦，上惊就唱现场，因拢无咧惊的啦。是，依婷，嘿，咱即马甲你考试，你安尼雄安尼会晓唱无？当然嘛是无问题。而且今仔日我的这个唱片内底有一首歌曲，就是甲我的男主角，就是今仔日的队长魏中到底合唱的，伫我这届专辑内底。家己写的歌，上水的唯一，来。我要痴心爱也爱着你，感谢愿路红线将咱绑做对。就算有困难，咱做伙面对。你是我上水的唯一，阮要痴心对呀对着你，感谢天公伯呀，互咱心连心。未来的日子，因为拄着你，咱的人生。搁较精彩完美。哦，就好听呀！上水的唯一啦，这若唱互某，也是唱互翁听哦，足适合的。咱学一个，转去咱就通唱，互相听。是，即马搁刷落去吼，要甲你这吼唱的怎？安奈做伙，安奈结婚，安奈生囝，拢生出来啊！啊，现在搁愈来愈好啦，是毋是？来，大家好，我是郭天文。这嘛是我的第10张专辑，我先来送互咱的熊哥。是感恩，必须记啊！好，感恩。对，这张专辑内面呢嘛有我家己的创作。是。虽然讲咱的迄个《爱你到底为什么》这首歌是伫8点档的片头曲，啊内面有一首创作叫做《上戆的人》，爱感谢吼，阮翁。是。平静嘛吼。平静吼。伊互我这灵感，小可搭水果给写出一首歌。好，欢迎你咯！今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欢迎呢林淑琪林老师。大家好，我是淑琪。
学台语照起工，咱的文化都唔忘哦。哦，赞！真正啥物代志拢爱照起工来啦是啦吼。人咧讲，阮有100万，恁要相信无？嘿对，一开始讲有100万嘛。嘿，啊，毋过吼，这种的就是嘛是爱过关了吼，才通过来啦。是，咱这柜吼，就是专家做伙讲台语，只要互你过3关，100万，互你砸上去。 100万咯！啊，恁大家拢会无相信有100万这件代志对无？好，来，我互你看一只，加，看这哎呦，几门的啊！真正有100万。今天刚先搬走。伊等下搬走，是，嘿，看到100万的面子，咱哦就甲拼落去，咱来好好拼一个啊，台语的输赢啦。好，今日的第一回合开始。 全家有智慧，讲台语100万。这队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比赛分做初赛、复赛、决赛，只要过3关，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的奖金哦！大家爱加油嘿！阿雄，天气边。好，这个回合哦，美秀有一个答案。阿雄毛解答。是，啊那讲对的，嘿对是爱安那算分数。啊，每一摆吼选一个答案，是啊一个答案就1000块。上最你若拢拣对，就会使得到6000块。哦，6000块。加油！看恁是要选我美秀，还是要选？阿雄的答案。是，好，来我出题啊哦。好，老师咱请出题。 家人这个亲像乌脸的名产叫做什么？美秀这边的答案是一骨啦，因为啊，恁真正爱相信我。啊，我出过外景嘿，我做过外景的主持人，是我真正去过家人这间，哦而且我有做过哦。嘿，我嘛食过烧烧的一骨啦，足好食的哦是。所以美秀的答案是一骨啦。是。啊那阿雄这边吼，恁爱相信我。哦，我有做过外景，我嘛做过外景的主持人，我嘛做过外景的制作人。是我这边的答案呢，叫做高炸。哦，伊这物件吼，就是安尼落去高了吼，你咧食的时阵搁 Q 搁香，所以叫做高炸。好，美秀的答案是一骨啦。阿雄的答案是高炸。好，来两队请选择。来，阿雄，边这边。哦，是，好来，我看这边，小妹姐姐，因为我小帅哥算呢。引导的，就是爱歌啦，爱歌，爱歌主持人哦讲的爱歌。是，所以伊相信你的话，爱歌啊，摕去夯啊是安怎吼？对是，啊，不过咱这边的来，大兄讲者，大兄几岁啊90啦？90 90哦。岁啊啦，啊，你100万斤给伊啦，姐。感恩哦，一窟啦，嘿，一骨啦，迄个我要家人食过，是一，窟啦。啊那天宇一开始我是相信咱的相用信，过的啊，毋过阮翁讲的了，我会互伊影响啊，我就相信阮翁的选择安尼。你嘛是相信引导的对了。对，相信引导的啊。你知我安怎判断无？你安怎判断因为？我感觉一句啦，我想讲伊喺咧做的时阵是一句啦，用拉的嘛，用老，用拉的嘛，所以较会才更起来，一句啦，安尼，我是安尼判断。这种的你还要相信？我感觉恁翁变活泼啊，安尼真好，安尼真好。伊迄个已经生两个了无压力伤久啊，今仔来迄个放松释放。拄好来阮家放轻松，对啦放轻松啦好，来老师，咱的正确的答案是。正确的答案是美秀的一骨啦。家人的这个名产一骨啦吼，伊是因为这个日本吼殖民台湾的时阵，发现咱台湾人吼，迄鲨鱼掠来吼，敢若甲挂迄个鱼翅啦，就是咱讲的鱼翅吼，来食尔。这个较歹食，这个鲨鱼肉拢甲弹掉，因感觉足拍算的，所以伊就安那就教咱甲这个鲨鱼肉先甲加做鱼浆，吼，迄个甲加工做出来。拄则伊讲毋是安尼救开来，伊是迄个爱迄个抹大迄个啥，迄个铁骨啊顶块啊，就会烘的啦，会烘的吼。这种物件自己叫做七骨啊，
啊，七句啊，吼，啊，迄个家人讲句怎啊变七句啦？哦，音照是。第二题啊哦，来，请出来，销。请出销。这位帅哥，看电视哦哈。我头到最腰诶，听到最腰诶，我咧想。真正哦。啊，要食这物啊无？啊，该使。等下休困的时阵，等下休困摕到钱才去买。对。好，来，咱老师请出题。若是挂伫树顶一整串的金蕉，台语应该爱安怎讲？哦，一整串的金蕉，美秀这边是一根金蕉，是安怎讲咧？金蕉是不是有哦？咱咧剑，弓剑迄有安尼劈起啊，是不是安尼？嘿，弓箭就先金蕉的形，啊，咱若是一皮叉，你啊大迄落啊就。规通啊，规通的啊，规通的安尼哦，是不是看起来嘛有形？所以讲我这边是一根金蕉。是。啊那阿雄我这边叫做一皮金蕉，哎，大家想看卖，乌鱼子是不是安尼？两片安尼一片，叫做一皮嘛，是吗？嘿，所以蕉这样一整串的，哦，无拆开的，都叫做一皮。哦，所以我这个答案就是一皮的金蕉。哦，不要紧，来两队，咱请选择。必须阿雄演一遍。爱吃啊，嘿嘿。哦，来这边，哎，拢相信你呢。相信我一根金蕉，咱这红姐啊，因为咱在金蕉，人讲一斤安尼叫大用，叫做一斤，对嘛？哦，家己真较有劲啊。哦，家己真较有劲。阮兜有劲，大兄你有劲哦。哦，安尼叫做一斤，啊一一皮是安尼一皮，切落去，切落去就是安尼一皮，啊一斤就是安尼一斤。哦，这我了解。咱这边来问一下，好，来中的。其实我是很多想讲有一条歌，迄个黄飞姐有一条歌叫《有缘来坐》，伊内底有一句歌词讲两皮金蕉是在，我就想讲，两皮，嘿，所以我有听过皮这个单位啦，所以我就想讲，应该是皮，系啊，敢若无印象有听过一斤。老师正确的答案是。正确的答案是。美秀的一根金蕉，恭喜！好，咱的金蕉有几个无同的用词吼。咱若讲啊食饱吼，要食一根香蕉，咱就讲一支金蕉，还是一叶金蕉？哦，啊，咱若是迄个拜拜喎，咱去菜市买当然买安尼喎吼，安尼有1、2、10个就叫做一皮金蕉。啊，若伫树仔顶，咱拄啊迄个看到迄。安尼就叫做一根金蕉。哦，原来是安尼算的。好来，请取消，有上尾啊一个关键哦。来，上尾2000块咯。来啊！老师，咱请出题。这几年真情的往来失客，这个名是安怎来的？美秀这边有答嘛？是食起来有往来味。是原因是倒位？因为伊内面的果子吧，果子吧，嘿，果子吧，嘿，不是果子吧，是果子吧，是果子的吧，吼，内面有一个往来的味，啊，食起来就酸味啊，酸味，啊，佮甜甜，偏起来，啊，是往来，所以才叫做往来失客。我才听讲往来金蕉，差点么讲？阿雄这边答案是，伊是往来甲失客吼配种配出来。因为咱台湾是迄个果子王国，你看，敢若番薯都几落百种，敢若西瓜也是往来几落百种，所以这个食家为着要让肉吼有胶，啊，而且食起来气味爱香，所以就甲食家甲往来接做伙，啊尾啊发出来，因为吼咱台湾人足好解，所以接出来了，伊迄就愈来愈大个，啊肉愈来愈厚，变成甲往来同款。好来，两队请选择。必须阿雄演一遍。哦，嘿，哎呦，这边风险比结婚贵啊！无定就是恁对的哦。哦，是我先来问一个先辈。咱住伫倒位？台南客家。台南客家。因为迄个色客是伫台东嘛，对。是。啊，咱遐嘛应该有种色客嘛，对无？啊，你捌食过往来色客无？
有食过，你感觉食起来真正有影是不是有往来味？无啦，没有啦，还是有影无？好，无恁啥啦会选伊。哎，就是因为你有往来味，我无啊。bingo，你拢无去想过往来甲食起因的感受吗？所以讲，你的感觉是配件的问题，配件的问题是嘛是配出来对。大爷，你这个无听话哦，无听话哦。欢喜得啦，嘿啦，欢喜就好啦，欢喜就好好，来这边是配件的哈，有一个经理的，来听话。嘿，阮很多家头石头做决定的，因为养出来我感觉袂当去相信咱的上个啊，很多已经互你骗两届啊，真正，所以你唔好一直讲骗。不，我讲真的，我们两个嘛唔知影想的答案是正确的，这做当然无甲阮讲，所以阮才会讲敢若真的咧。往来是生在树仔顶头还是涂骹的？往来是谁放开啦？不是，因为头拄讲问的时候我安尼，啊该想还是。哦，你嘛唔知。所以我想讲，两个是要安怎配镜啊？啊，无啊，你甲迄机接加起来，啊，甲接起就对啊。免管我两个无。好，啊，中央这边咧，依婷咧，依婷，你感觉是？我感觉是两项配镜配起来，嘛是配件的吼，嘿因为真正，我要咱台湾水果真正，我要够厉害。老师，咱正确的答案是？正确的答案是米寿的食起来有往来味。往来食起来会叫这个名吼，是因为食起来有往来味，安尼酸甜啊酸甜啦吼。啊，真侪人拢讲啊，伊甲往来有关系，其实一点仔关系都无，感情无好吼。来，伊是咱啥本土的食客甲外国种的食客来配种的。哦。啊，目前全世界的往来食客，咱台湾正上济。品质上好，咱有9成以上拢外销。是，其实我拢唔知影答案到底是啥，啊，不过我看得出来恁翁仔某两个感情真好。起码有要到感情就好。好，来看阮数，来看阮王家。王家即嘛3000，哎，真好。哎，啊，来咱中价咧，嘛是3000。好，白手啊！白手起来，第2位啊，正港佚佗人。正港佚佗人，看风景真轻松。哦，今日要去佚佗，要去倒位佚佗是，咱这个单元吼，就是用影片带恁来去世界游览，不管是台湾、外岛，甚至是外国，拢有哦。啊，咱的分数咧上重要的。哦，咱这回合有4题，一题3000，上济会使摕到12000块。哦，咱若4题下来12000块啊！哦，好，来，今日咱队长，队长你厝的是第10个吼，排行第10个，排行第10个。啊，队长，我头问你，你今年几岁？我72 72啊！哎，看起来皮肤阁真水呢，保养得真好。是。啊，全部的人拢住伫台南吗？合格吗？北门边啊，迄个合格。北门边啊。土地很贫瘠，嘿。太惨价。哎呦，那袂啦，咱即马嘛免什么趁食，咱即马就好好啊休困就好啊。人孙就好，对，人孙就对啊啦。哈，中的。哎是中的。我老大。你老大，你住倒？我即马嘛是住台南。哦。我住市区啦，啊我高雄啦。是。哦，这看得出来，因为你皮肤足黑的。对啊。日头就来种的。哎，天然黑的呢。健康啊，天然黑真健康的黑啦，黑巴底唔是黑无色，健康啊，黑甜啊，黑甜。是，啊，即马佫有你写什么歌无？哦，我今年嘛是有发行我的专辑第8张啊，第8张，第8张啊，有写4条歌伫内底。是，希望吼会当甲必顺共款，吼，逐工变做大家拢会唱的国歌，逐条拢 hit 到，一定爱逐条拢甲 hit 到啦。好，来，等者你若看到咱的影片内面有稍微你敢若捌去佚佗过，叫什么名？什么位？啊，你有紧日甲吹落去。好，来，上位咱今日去倒位佚佗？来，请咱讲出等一个影片内底吼，是咱台湾的什么馆呢？来呀，紧来哦！来，紧！哦，阿中，台湾金门馆。确定哦。确定。好，来，老师金门馆对不对？咱跳岛佚佗定定去的好所在，伊敢知影是倒位咧？
片内底吼，是咱台湾的什么馆呢？哦，台湾哦，会什么馆哦？好，来，咱请看。知影紧的哦。来，紧。哦，阿中对啊。阿中较紧，好来，阿中。台湾金门关，金门关。为什么？金门大桥。哦。金门大桥。好，确定哦。确定。好，来，老师，金门关对唔对？恭喜！好，咱讲金门有三宝啦，吼。贡糖、菜刀啊，甲高粱酒，互你啉甲倒，吼。啊，其实金门嘛是一个故事岛，吼。为历史、建地甲生态，伊都有足侪故事通讲，吼。伫历史上，金门足重要的。17世纪，郑成功要来台湾赶走荷兰人，伊就是为金门出发的。啊，金门嘛是一个生态岛，吼，伊的鸟仔资源足丰富的，所以有真侪日本人哦，专工坐飞行机到金门去看鸟仔，所以大家若有闲的，当然啦去金门，你就体会无同的金门。哦，是啊，就是哦，我有捌去过呢。哦，这我捌去过。哦，这我捌去。哦，所以吼，台湾真正美丽国度啦，吼，真正好，不要紧，咱搁继续加油哦，吼，队长，来，咱今日换人。哦，大兄来啊，90岁，90岁大兄。嘿，啊，阮节目你安尼看吼，甲现场，你有感觉无共款无？当然啦，当然有无共款啊，无共款吼，啊来遮会紧张无？因为有年会吼，视力、听力、反应拢对恁接受那袂对，所以阮吼，不要紧，咱等下讲话讲较大声。阮祖囝是讲教我来，迄个学习一下。嘿啦，来遮学习一下啦。恁要摕奖金，阮唔敢摕奖金。不，因嘛是来学习。恁较专业，恁为艺人拢靠一个。靠这个恁较专业。我是来拍歌的。拍歌嘛是真有迄个。大兄，伊甲因翁哦是来遮哦，上好互阮看。嘿啦。有影。虽然90岁啊，不过我来讲兄啊，吼，啊哥哥佬啊，弟弟就好呢。对。来，咱继续甲表来去啊。来。好，来，上个咱今日去倒去佚佗？是，咱刷落来这个影片吼，要带大家来倒去佚佗，就是吼一个景点，互大家又看嘛是台北的什么店哦。哦，5个字的店哦。好，来，咱请看。来哦，来，伊山大饭店，伊山大饭店是好，老师伊山大饭店对唔对？搞哦。来，分数较高的呢？伊山大饭店遮原底是日本时代的台湾新社，伊民国41年他规个拆掉，才起今啊这间。苏当年有世界10大饭店水名的圆山大饭店，啊，这个地理真好，景地真水，头前啥基隆河，后壁有草山，啊，远甲会当看啥淡水河，吼，啊，迄个即马阁是招待外国贵宾真重要的场所。是好，谢谢老师。大兄，你捌去过无？圆山大饭店？捌吼，囡仔捌带你去遐佚佗吼。捌大只。大一暗吼，哇，真好咧！我甲你讲，边仔的环境哦，你一定唔捌看过。咱即马继续甲看落去，好不好？好，来，搁继续看落去。你看圆山边仔遐，哦，这厝，迄粒山，哇，草山的后壁，头前，哦，拢有翕到。头前就是基隆河啦。哦。草山的时代我来捌听过。后壁迄边就是树林名字啊。哦，上早进前啊咧。我21岁。互咱台湾骄傲的饭店啦，吼好，不要紧，咱无着分，咱搁有后壁，搁有小妹仔带小妹仔来，妹婿嘛来，吼来坐好哦，我要今日换人，唔当紧张哦，好来今日换人。
红梅红姊，是红姊今年几岁啊？哇，头头啊讲，你要70年啦！哎呦，咱都少年啦，对啦，是。人生70才要开始啊！我都你要行入去开始的步。所以讲，咱今嘛就是要拄啊好要开始行，对啦，要起步年呢。要起步呢，是终于开始起步，对全家有智慧起步啦！哎呦，足够讲的，我本来是要讲宜山大饭店，咱开始起步，结果伊讲全家有智慧啦，安尼就对啊啦。好来，上个咱今日要去倒去倒？是咱所来这个景点吼，伊内底有一个日本时代就已经伫的大桥，啊，咱请大家讲出伊是伫咧咱台湾的什么市咧？哦，什么市哦？好来，咱请看。哦，看起来是铁桥哦。是。铁桥徛铁马呢？知影就今日知影无？今日哦。哦，迄风景可真水，真正。对啊，而且真正咧翕桥呢，自头到尾拢有一个桥呢。哦，感谢。唔过大家看到戆呢，真水啊！又看麦，什么市？爱提示叫，伫咧中部，伫中部，去中部，凊彩药，好啦，来，为着3000块凊彩药。我看迄下骹应该是看起来应该是中部，我有南投市。好，来，老师，南投市对唔对？安尼就歹势咯。所以讲，来，要红姊啊，你一个机会无？中部，凊彩你要什么市？莫甲我讲未富市就好。好，台中市。好，来杀去。好，来，老师，台中市对唔对？台中就对啊。好，来分数。今日得了3000咯。好，来，咱听老师来解释。后来，这条桥是咱台中的大甲溪铁桥，大甲啦，啊是日本时代为着旧山线的铁路起的，啊会当解决后里到丰原的交通，啊这条桥因为伊的造型真水，啊结构嘛真有特色，后来因为地动甲风台的升腾，才去互这个新的山线取代的，啊2004年台中市政府佮甲这规划做啥？恁拄有看人个创啊？骑铁马，规划做铁马专用道，所以那假日拢有真侪人会来这那骑铁马看风景。嘿，好，谢谢老师。所以讲，咱台湾今嘛真侪规划甲拢足好，真好，是好啊，大家好好啊利用伊啦。哈，好，不要紧，咱今嘛9000甲6000哦，差一3000哦。好，来，咱今日换人。今嘛是2位高雅，高雅在哪里呀？嘿，少年高雅，啊个。有是大人的高雅，好，咱即马继续来去佚佗哦。我唔知会去外国无，我唔知哦。吼，好来，上个咱今日去倒去佚佗？是，咱刷落来吼，要带大家去的这个景点是咱台湾台东县的某一个什么乡。哦，台东县哦，会什么三个字哦，会乡哦。较困难。好，来，咱请看。今日哦，来，咱高雅有答案嘛？你的答案是台武乡，台东的道乡，哦，太麻里啦，哦，太麻里乡啊。好，来，老师，太麻里乡对唔对？台语嘞？哦，台语啊，歹势啦，太麻里是华语啊，对，太麻里，哦，太麻里。太麻里差一点点吧。太麻里，好，恭喜太麻里。后来太麻里
这地名是为台湾因的语言叫做达瓦地来的吼，迄个意思是讲，这是一个啥？日头真炎，土马真肥的好所在。你若要看啥？金针花、太麻里，才有金针山。你若要浸风水，才有啥？有。金轮温泉，你若要看这个海连天天连海，这款太平洋美丽景致，太麻里有全台湾上水的一个道路车头，会当互你徛伫遐逗啊欣赏。所以你若有机会去到台东，会当去太麻里，好啊，甲行看看咧。哇，上尾一秒啦，系啊哦，意思就讲叫咱家己家己去佚佗，家会了解啦。好好，不要紧，来，咱即马看两队的分数，先看阮王家的分数。王家分数9千，袂歹。嘿，那阮中家咧？中家嘛有9千哦。哦，又搁拼平啊！哦，好，起来的第3回合，两家来拼台。第3回合，两家来拼台。哦，看到吼，八个提示，嘿，八个提示内面哦，唔是干那安尼尔哦，有奖金哦，是，伊8个提示内底吼，都有8个题目甲8个奖金的数目。上最15000，上最15000，上少1000，上少1000，在你选的，加油！是，嘿，阮哦有一届吼会当救命的时间，就是吼，咱若唔知影的时阵，咱通问咱的队友，嘿，一届的机会，支援的时间尔哦，吼，好，因为通常拢是低分的分数较少的先嘛，因为阮即马评分，咱敬老尊贤，所以讲，请伊先休困。大兄，嘿，咱10个先来啦，好，来10个你先选，你要选倒一个？8回好了哈。8回，好，来，咱来看者8回奖金有偌济？哇，万里哦，大条的。好，来，上位咱请出题。请问台湾头一间百货公司是咱台北的菊园百货，还是台南的林百货？好，来60秒的时间，是台北的哦，接近就答嘛，你的答案是主信，台南林百货。哦，伊台南人啦。啊，对。好，咱来看者台南林百货对唔对？哇，嘿，是，好，不要紧，老师咱来解说。好，来，这个台北的菊园百货甲台南的这林百货是日本时代南北两大百货公司，拢是伫1932年开幕的。这林百货是12月初5开幕，是菊园百货比较早2天，12月初3开幕的吼。才早2天尔，了万里。是咱台湾第一间啥有流浪哦，流浪行社这百货公司，有7层楼悬，所以个红叫做啥7中天。是起伫咱较早这个台北城内底，就是即马博爱路挖这个总统府遐。不要紧，咱12块是万里，嘿，信起来。不要紧，咱各有啦。好，来，中央话你。我看这个地形，我无先来经一下必顺的。一定来讲袂过吼，必顺呐。好，咱来看者必顺的奖金有偌济？9000的必顺嘛，袂歹啦。迄个题目应该是讲必顺是向唱的吼。有可能安尼好啦，好，安尼。好，来，小伟，咱请出题。请问，壁有必顺吼，爱时啊个一个，时啊个这个词是对日语来的，还是对荷兰语来的咧？好，来，你有10秒时间。嘿，壁有必顺哦。是日语、荷兰语。是，好来。是3、是日语啊，荷兰语。好，来，你的答案是荷兰语。荷兰语，确定哦。好，来，荷兰语对唔对？是，不要紧，
紧，能够签告老师，老师你领不哩侪钱呢？来，老师，来，现在节目菜吼，来，这诗雅个是外来语啦，伊是对这个日语的诗雅个来的吼，啊，意思是润饰修饰的意思吼，啊，像咱有一寡较有纪念价值啦吼，啊，迄个唔甘迄角的这句面啊，咱就会当按加那加工啊整理啊，搁加诗雅个一个。哦，是，好，谢谢老师。嘿呀，就是你日语来的啦。我等下set度是日语，嘿，是啊，你嘛是。咱少年仔足客气的，对，个个无对，你嘛无对。哦，原来哦。嘿，其实恁两家拢真有缘分啦。对啊，吼，是不是拢分数拢平？好，唔过袂当啊哦。爱拼一个拼去哦，就跟咱一个尔哦。好，来10个换你哦。坡道哈，坡道哈，坡道吼。好，来你来看者坡道的奖金有偌济？好，1000。嘿，因为大家想着无好诶。对啦。来，要出题哦，上个咱请出题。请问中原普渡就爱传三星四果，啊，你敢知影三星是倒三星呢？嘿，来，10秒的时间。免10秒哦。想拢免1秒都唔免呢。好，来，你的答案是鸡吧，鸡吧，哦啊，猪吧，吧，鱼安尼吼，鱼、鸡吧、猪吧、甲鱼，老师安尼对唔对？恭喜！来，得到1000咯！哦，就班啊！这个中原普渡，咱来传这个三星四果啊，三星就咱拄大哥讲的啥，鸡肉、猪肉、鱼肉这3种肉。啊，拜拜的时阵爱斟酌一项代志，就是猪肉爱规条的，啊鸡啊爱安那规只拜规只，啊鱼啊嘛爱规尾，啊袂使切头切尾。好，来换你啊，中的。您讲有想要选什么？我感觉咱是高雄人，咱来讲基丁。好，咱来看者基金的奖金偌济？你大条的，最厉害哦！当鸡丸嘛，我也当倒沙。对，好，等你哦，好，来，上个咱请出题。请问高雄基丁这个地名是对一个社团名来的，啊，你敢知影是一对社还是四社的呢？画几弯啊？来，我是感觉一对啦，因为有鸡啊。西虾，我冇听过，像是西虾。西虾吗？西虾应该是西虾。你相信我一？我相信你负责。大条的呢？基丁这个地名是对倒一个社团的名来的。请问高雄基丁这个地名是对一个社团名来的，啊，你敢知影是一对社还是四社的呢？好，来，10秒的时间。我就要画几弯啊？好，来，我是感觉一对啦，因为有鸡啊。西虾，我冇听过，像是西虾。西虾吗？西虾应该是西虾。你相信我一？我相信你，恁负责。大条的呢？放歌咧，放歌咧，好。好，来，西虾哦，好，西虾对唔对？来，奖金，今日得到15000块咯！哇，是啊，叫奖金你爱相信高雄人啊！哈，来，高雄的基丁本正叫啥？基后。是因为伊的地理位置就伫啥？基山的后壁，啊后来才改做啥？基丁呢？这是因为日本时代捌伫遮啥？成立高雄第一个诗社，叫做基丁吟社。好，来，扫落去哦，今晚愈来愈刺激，爱愈来愈紧哦。爱拼，来，10个，要选啥？要选打一个。啊，外岛哦，外岛。外岛。好，来，咱来看者外岛的奖金有偌济？哦，嘛是厉害哦！好，来，上个咱请出题。请问沙漠摩洛哥这个特别的景点，会当伫咧咱台湾倒一个外岛看到呢？哦，来，10秒的时间哦，外岛哦。来修救一下了哈，OK。好，你要几弯哦？你要改好，来，OK。医生，唔知呢？唔知哦。哎呦，哇，一声。外岛，你是外岛嘛？台湾敢6个外岛嘛？是啊。金门、马祖、澎湖、绿岛、兰屿、小琉球。是。
来哦，有时间差不多，好来，好来，你的答案是金门。好，金门对唔对？来这个沙堡摩洛哥吼，就伫金门的啥沙堡古街遐啦吼。啊，咱若照字面看，沙梅咱拢念做沙米，对不对？啊，因在地人是念做沙堡，因为伊伫这个金沙溪这个尾流啦。啊，咱讲尾嘛，啊，金门人讲堡啦，堡，嘿，所以叫做沙堡，沙堡。好，啊，迄个遮吼，因为这个人口外移的关系，啊，这厝啊呐。久年无翻啦，啊，所以迄个画壁呐全倒去，啊，迄个厝顶全无去，啊，2015年金门县政府感觉安尼有一点仔危险，所以带这个啥，这个古落的这壁吼，顶悬加啥，抹这个土粉呐，土粉呐吼，啊，迄个来甲固定，啊，无想着讲这款啥。真特别的这土粉啊色吼，互人若伫遮翕相吼，就敢若你安那去到这北非的摩洛哥共款，有这啥沙漠的沙漠的 feel 啦，的 feel 啦吼，所以即摆伊就正做金门真有特色的景点。好来，中的。哎呀，那我看一个，敢若嘛是爱选跟我有关系吼，安尼原住民好。原住民。好来，咱来看一下原住民的奖金有偌济。哎呦，袂歹哦，那袂细条，嘛袂细条吼。上个咱请出题。请问台湾的原住民倒一族的人口上多是阿美族还是排湾族？来，60秒的时间。你是什么族？我是排湾族，但是我知影阿美族的人是上济，咱排湾即摆第二，嘿，略过迄个大雅。大雅，是好，你的阿美族，是好，咱阿美族对唔对？好来，咱台湾的原住民目前是有16族啦，吼，啊，其中这个阿美士。哦，排湾甲大雁这三族伊的人口是上济，因三族合起来就已经是所有原住民人口的7%啊！哦，啊，其中排第一的就是阿美士，啊，有要活22万人，啊，排第二的才是排湾，啊，第三是大雁。好来，10个，剩2个。四卡，四卡，选一个较悬的哦。啊是啥？四卡。好来，咱来看一下4卡的奖金有偌济。哦，袂歹。好来，上个咱请出题。请问有一款动物叫做四卡蛇，你敢知伊是什么动物嘞？好来，60秒的时间。四卡蛇。四卡蛇。会当求救差不多。无，求救过啊？求救过啊？支援过啊？啊？你支援过啊？来，记了。记了。是你的印象当中四卡蛇是啥？华语叫做什么？蜥蜴吗？类似蜥蜴的细卡爪，蜥蜴的类似那个蜥蜴，哎，我变色龙蜥蜴上面的那个细卡爪嘛。对啊，这题就是要考台语安怎讲。所以讲你感觉四卡爪？嘛是豆丁哦。豆丁啊，豆丁是壁虎啦哈。哦，豆丁好来，豆丁对唔对？四卡蛇唔是蛇啦，吼，是蜥蜴的一种，吼。是。啊，台语的讲法有真侪种，有的所在就讲咱拄则大哥讲的啥豆丁，啊，某的所在因为伊有4支卡，就讲伊啥四卡豆丁，啊是四卡豆丁，都有人讲。是。哦，好，谢谢。中英尾啊哦。一条烂。好，来，咱来看烂的奖金有偌济？哎呦，3000嘛袂歹，3000嘛袂歹哦。好，来上个，咱请出题。请问以早收烂这个风俗是红姨啊几个月的时阵爱做的？哦。阿伯啊，我无囝啊。阿伯啊，无法度支援啊，无法度支援啊。哎呦！知影爱饲哦，10秒要到哦。好来。几个月？几个月？啊，凊彩药啦，凊彩药，嘛才12个月尔。12，安尼
9个月。那边有咧做好歌啊。 9個月9個月對唔對？啊，歹勢歹勢，好来9個月傷大漢啦，傷大漢是嘿，傷爛咱一般講啥？做4個月啦，4個月吼，啊是安怎要傷爛吼？是因為翁嬰啊4個月時陣啊，伊特別發喙齒啊，啊所以會一直流喙爛，啊迄個啊若滿4個月時陣，阿母就安那甲。 抱喙互厝邊隔壁啦，親戚朋友甲收爛吼，啊因就會安那帶伊個行程吼，又用一條紅線啊捲迄個圓圓的餅，啊因就爬一塊迄個餅落來吼，啊帶伊個喙邊甲過過吼，啊佮順續講一寡好話，親像講啊收爛收大大，互你趕緊叫阿爸，啊收爛收利利，互你每年招小弟哦。好，謝謝老師。來，即擺進來看分數，看阮王家的分數。王家即擺分數27000。哎，真高。啊，那阮中家咧。哦，即擺29000啦。好，來，即擺進來咱的7秒賺千金。嘿，7秒賺千金。大家動腦筋。即擺獎金偌濟？哦，即擺獎金有29000塊啦。 29000就是29秒，哦，29秒咁有夠？傷少啦，甲天一時啊。好啦，天偌濟30秒。59秒哦，加油加油！好來，咱這個回合有3題。 3題。好來3題哦，第一題哦，來幾個字？哦，第一題有2個字，第一個題是地成功，第二個題是牛奶，第三個題是伊是梅，第四個題是伊是用饲的樣子，第五個題是台南人的早頓。哦，什麼？太細聲啦！獎金吹落去，因會當摕走偌濟錢呢？ 2個字哦，好來，咱請開始。第一個題是便當，便當。第二個題是準時，準時。第三個題是12張記，講啊，其他講啊。高鐵。哦，我想要坐高鐵。哦，我想要坐高鐵啊。唔是12站，你哪回答火車就唔拿12站。是啊，剛剛後天全部想到啦。哦，是12站，你就想到哦，高鐵就對啊啦吼，而且還有一個柑仔色。對，啊，上尾一個是咧。好，來第二題啊。哦，第二題哦，幾個字？哦，3個字。3個字。啊，伊即馬吼剩48秒。3個字48秒哦。好，來，咱請開始。第一個題是地成功，地成功。係第二個題是牛奶，第三個題是伊是梅，第四個題是伊是用飼的樣子，用字的。是。好，記得，第五個題是台南人的早頓。哦，什麼？金卡，好金卡。太聲嚟啦！我無創意啦。好，來第三題，幾個字？啊，3個字爾。3個字哦。好，來，咱請開始。第一個題是德哥，到德哥頂懸。第二個是創意，哦，要用什麼攏可以。第三個題是田中，德哥是什麼？記得講啊，正卡。好，來，咱看一個幾秒？起碼夠有18秒。所以就是1,800哦。是哦。好，咱即馬今日去頒獎。哎，來頒獎。1800塊啦，恭喜！會使坐高鐵轉去啊。是無唔對，而且還送金牌一塊。來，哎，恭喜啊！恭喜已經過第1關啦，恁到時間過來第2關哦。好，來，今日就真正愛謝謝咱的顧問老師。是，啊，感謝咱林淑儀林老師。再見，有你會。講台語提8班。好，你大家攏歡喜。再會咯。再會。謝謝。恭喜阿彪。感謝依婷，感謝庭云，感謝阿靜啊，歡迎這個來。謝謝，來，謝謝，謝謝徐哥哥，謝謝，感恩啊。